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布鞋首富啊，聊一聊这个布鞋首富啊，在这个离岸信托它的纠纷。8月1号啊，也就是昨天啊，牵涉高达21亿美元资产的宗氏家族信托诉讼案在香港开庭。我看很多媒体报道啊，都是宗馥莉输了官司，很多标题就是这样的啊，有的标题稍微委婉一点，宗馥莉暂不得挪用香港汇丰18亿美元资产。怎么说呢？要说宗馥莉输了官司，好像也没有多大问题。当然，他跟我们理解的说啊，宗馥莉输了，这是俩概念。我们理解的说宗馥莉输了，那这个宗馥莉跟这18亿美元就没关系了，这叫输了。但是这个香港法院的裁定啊，不是这意思。通过分析香港高等法院披露的裁决书，发现双方的核心争议在于信托资产范围的界定。也就是香港法院啊，维持冻结令，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现在开始，谁也不能动这笔财产。什么叫动呢？就你把它取出来，这也叫动；你把钱转走，这也叫动；你把这个资产你抵押给某个银行或者做质押，然后从别的银行贷款，就像那个恒大物业啊，把自己的存款押到银行质押为别人做担保，对吧？别人把那个跟银行贷款完之后，这钱就流入到恒大集团去了。恒大集团没钱还，法院就这个银行直接就把你这个恒大物业的这个承担，对吧，给拿走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宗家在汇丰银行的这18亿，你也不能去质押，这叫冻结。冻结到什么时候呢？冻结到你双方把这搞明白了，也就是你们双方还给法院提交这个证据，给你1个月的时间，接着收集证据去。这个就是咱们老说的啊，这是民事官司啊，民事官司就看你们双方证据，对吧？谁的证据更充分，谁的主张就容易得到支持，对吧？你就像那个武大那个案子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有录像，就能支持你，人家拿出来一个什么湿疹的这个病例。完了，各大医院看湿疹的经历，然后还有专家开会，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啊！你组织几个专家开个会，研讨会，以此来影响这案子的走向，这个不少见啊。所以这个民事就是打证据啊。最后你说啊，这是不是布鞋首富的他的真实的意愿，谁也说不清了，因为人已经死了。所以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啊。首先一个，我对香港的法律啊，我不太了解，不像国内啊，国内的这个民事这一块啊，民事纠纷这一块，我至少相当于一个10年的老律师吧。我顶多就是这个专业化、专业术语不太了解，无论是诉讼还是立案还是执行我都很了解，对吧？很多观众啊，恐怕这一辈子你也没有我了解的多。当然了，你不了解不是坏事啊，你以后离这个诉讼远一点，没毛病，一辈子遇不上诉讼才好呢这不是坏事啊。但是虽然香港的法律、香港的这个民事我不太了解，但是法律它有相通的地方，对吧？所以我来谈谈我看法。首先第一个，通过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决啊，至少说明那3个原告啊，他应该是布鞋首富的孩子，对吧？有血缘关系，这个法院一定是认了的。假设啊，这3个人跟宗庆后没关系，那你跑去告他有什么用啊？法院能受理吗？就是能去做出这个冻结这个裁定吗？我要去告宗馥莉说那个，对吧？那18亿美元是我的啊，那咱们都去，对吧？说是布鞋首富的孩子，那法院他会这么裁定吗？所以说我这第一个，至少说明这仨孩子是布鞋首富的。第二个就是网传的说信托，对吧？我们也看了这个裁决书啊，所谓的信托啊，实际上是宗庆后啊安排他的一个老员工，一个叫什么郭红的，在海外成立了一个什么建浩创投。这个建浩创投呢，它又是由这个宗馥莉来代持啊，由这个建浩创投啊，他在那个香港恒丰银行有账户啊，要出18亿要他目标是出21亿啊，成立3个信托，这3个信托分别对应宗济昌、宗杰利、宗济盛，每个人7个亿。这个信托成立是干什么呢？这个信托的本金是不能动的，信托收益由谁来受益人？那么受益人就是分别对应的就是宗济昌、宗杰利、宗济盛以及他们未来的子女或者就现有的子女。我说不好听一点的啊，就是跟宗庆后有血缘关系的人，你才能是这个信托分别对应的那个受益人。而宗济昌、宗杰利、宗济盛，以后他们的配偶甚至他们的母亲，也就是那个杜建英啊，都不是这个信托的受益人。所以这个信托的受益人，这个有血脉关系的，你就简单的理解啊。从这个也能说明这个宗济昌、宗杰利、宗济盛，那就是布鞋首富的孩子嘛。但是每个人这7亿美金是
是不能动的啊，那个永远动不了，你只能这个信托收益给他们进行分配。然后呢，因为这个在宗庆后死之前呢，好像只打进了18亿，还差3个亿美金啊，所以这个钱呢还在这个叫什么建浩创投账户上。大家都知道吧，这信托它是个理财产品啊，对吧？信托那这个你的资金来源在哪儿？你的资金来源在建浩创投，这个建浩创投带这3个人出资去认购单一信托，这我理解的啊，单一信托就是汇丰银行啊，它设立一个什么信托，比如说我买那个香港的某个大楼，买了之后用于出租，这就是信托，成立一个信托资金，然后有这个中富力管理的这个叫建浩创投啊来认购，它这个信托恐怕就是7个亿美金，这个建浩创投它就认购这7个亿这份额，这钱就从建浩创投在汇丰银行的账户啊就划到信托账户了，到了信托账户那就不归你中富力管了，就是不归这个建浩创投管了。这就和我们内地啊，你买信托，然后信托把这钱给谁了？给那个恒大盖房子去了，一样的啊，对吧？你认购了150万，他认购了500万，钱就从你的账户到了那个信托账户上，信托把这钱收集齐了，几个亿给了恒大，钱从你的账户转移到信托的这个账户，信托的监管账户啊，从那个监管账户到这个投资方的这个账户，或者叫借款人，或者叫融资人账户。所以这个18亿美金啊，还在建浩创投的这个汇丰银行账户上，也就是他这个信托还没有设立完。那现在中富力他怎么理解这事呢？双方都拿出来证据啊。中富力他认为啊，这个信托资产不是21亿美元，而是21亿美元产生的固定本金的利息，这个叫信托资产。21亿美元它不是信托资产，他现在在争这个叫歧义争议。第二个争议什么呢？第二争议就是中富力他认为啊，根据这个他跟那个中金后签了个委托协议啊，也就是中金后安排身后事由中富力来帮他操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金后把他的江山，咱们打个引号啊，江山也就是他所有的资产基本上是交给中富力去继承，然后本来是中金后在他死之前先把这个信托搞好，对吧？一个人7个亿美金，这个放在那儿成立一个家族信托，3个孩子21亿，每个人7亿美金，完了这个7亿美金是不能动的，然后他产生的收益由这3个孩子去享受收益，以及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中金后在他这个家族信托还没有设立完之前他就死了，而且这个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也就是说这个你要筹集这么多美金啊，美金转来转去的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这个那中金后的只能把这事委托给中富力去干了，因为要把那巨额资产放进去啊，打到这个叫什么建浩创投账户上。等他筹集了21亿，他就开始认购汇丰银行专门设立的单一信托，把7个亿打到7个单一信托上去，不是21亿啊，打到3个单一信托人，每个单一信托是7个亿。好了，中富力啊，他根据这个和中金后签的这个委托书啊，这个也是中金后恐怕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了啊，他是2024年2月2号签订的委托书，他后面好像没多长时间中金后就死了嘛，所以他恐怕也觉得自己在他生前啊把这个信托成立恐怕来不及，所以他把这个就委托给中富力，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只有中富力才能做得到啊，因为他把整个的江山交给中富力了，所以争议就在这儿。如果说中金后没死，或者中金后死之前他把信托已经设立完了，那中富力想染指也染不了了，跟他没关系，所以问题就卡在这儿。中金后一看自己时间来不及了，只能委托中富力你来完成，对吧？这个他爸爸的未尽事业，哪知道中富力等到他爸一死，他有了想法，对吧？这就涉及到官斗啊、宫斗、巨额财产，所以中富力就提了2个问题，就是他主要争2个，第一个，所谓的这个信托资产啊，指的是21亿美元的这个利息产生的收益给你们的，这21亿美元的这个控制权还在我这儿，这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中富力说，我享有参与信托架构安排的权利，也就是这个信托设计成什么样，怎么分配，对吧？这个架构怎么，我有权来决定，因为我签了这个叫委托协议，也就是中富力对这21亿美元还有控制权和话语权。这个中富力他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是跟中金后签订的委托书中的第5条和第6条，特别指出第5条规定，在离岸信托向私人信托公司过渡期间，中富力将成为受托人的股东。他强调，这意味着其有权参与信托架构的安排。实际上就是原被告双方对这个中金后和中富力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产生分歧，各自主张，对吧？那你们就拿证据吧，那法院只能这样。我看了一下这个委托书啊，它这委托书关键条款有8条。
条，写的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详细，但实际上啊，对吧？你再详细的合同啊，你也经不住别人扣字眼，大家理解还不一样。在这个宗敬后去世以后啊，这个各方啊，而且还达成了一致。2024年2月25号，宗敬后先生因病逝世，现各方就宗敬后先生之遗产处置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约定如下。你看看啊，就是宗敬后刚死的时候，宗馥莉跟大家还是达成了一致的。那为什么现在对簿公堂呢？他第一条就说了，各方确认宗敬后先生2024年2月2日订立的遗嘱合法有效，各方认可宗敬后先生在公证遗嘱中所有安排。你看大家都没有意见，都没有异议啊，就是宗敬后死的时候应该有一份公证遗嘱，他的财产安排大家都没有意见。第二个说乙方确认，他这个乙方指的是谁呢？乙方指的就是宗馥莉，不是，乙方是这个宗馥莉之外的那些子女。说乙方确认宗馥莉、施幼珍、王树珍3位继承人亦有办理宗敬后先生继承权公证及其他资产继承相关程序的全部权限。乙方承认前述继承人完成相关遗产继承程序合法有效，承诺不以任何形式挑战相关程序之效率。甲方承诺，这就甲方指的应该是宗馥莉，将以建浩创投在汇丰银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开立的账户内的资产之权益，根据本协议第4条内容，为3位乙方设立一个信托，共设3个信托，就是宗继昌、宗杰利啊、宗继胜。说甲方聘请适格的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专业人士开展相关信托的设立工作。第4个，根据宗敬后先生的意愿，上述信托抽实规模为每个信托美金7亿元整，总金额为21亿美金整，为不可撤销的不动本信托，即信托资产继续在汇丰银行进行固定收益投资，只就利息收益进行分配，任何人士不得主张动用信托财产本金向受益人所分配。第5个信托设立预计以一个 PTC 模式过渡到专业受托人阶段，在 PTC 过渡阶段，甲方担任受托人的股东，信托架构中其他角色由郭红女士及陈汉先生根据实际情况并咨询相关专业意见后担任，在过渡期结束后，则由乙方指定的人士来担任。第6个信托过渡期结束之后，即进入专业受托人阶段，甲方不再参与信托的任何管理，全部由乙方来管理。初始信托财产交付之后，乙方解除其责任。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建浩创投资产的信托设立工作，甲方不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阻碍信托的设立工作或资产交付。第8个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配合完成遗产继承、分割、分配等环节相关手续，乙方不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妨碍遗嘱的执行或公司经营。实际上根据这个宗敬后死之后，他们各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叫协议也好，叫约定也好，这个事情就非常清晰了。你要知道宗敬后一死，宗敬后所有的资产继承，这是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那即便你有遗嘱你有遗嘱公证，你去办这些继承，比如说娃哈哈集团29.几的那股份是宗敬后的，你要把它转到宗馥莉名下，那你的手续其实挺多的不仅要有宗敬后的这个遗嘱，你还得那3个这个什么宗继昌、宗继胜、宗杰利，他们还得不能有异议，对吧？他们最好还提出个放弃，这叫配合嘛？那这样才能把这个财产顺利的继承到宗馥莉的名下。这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你想想，宗敬后有多少财产资产都要这么过户到宗馥莉的名下，说不定什么地方就需要别人配合。那这个约定你就说了你所有的人都必须配合宗馥莉，把宗敬后的资产过户到宗馥莉名下。现在显然随着宗馥莉当了娃哈哈这个董事长，对吧？掌权就意味着宗馥莉的所有的资产继承已经结束了，或者是绝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顺利完成。轮到宗馥莉来配合，对吧？设立这个建浩创投的这个信托的时候，宗馥莉提出了异议。所以这里面我不对个人做评价我再重申一下我们吃这个瓜呀，我更关注的是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也只有国有资产，对吧？按照维欧老师说的，那个是大头嘛，大头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对吧？我们虽然自己钱少，但是我们
们大头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对大头要关心，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虽然说大头的钱不能直接给你，跟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名义上他是我的，所以我们要关心大头，我们关心大头的钱有没有被别人掏空。至于宗家他怎么分他的遗产，那是人家的事情，人家愿意怎么分怎么分，反正1毛钱也不会分给你，所以我们只是看热闹，对吧？就是了解了解啊，所以到这儿你就知道了问题卡在哪儿，卡在宗馥莉这儿，对吧？这个时候这18亿美金他就有了想法，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为这18亿美金，宗馥莉认为这个18亿美金还在他的控制之下，你们这3个人呢只能享受他的权益，产生了收益，这个钱给你，那这18亿美金还得我来安排，是吧？这个你看啊，确实他们定的这个遗嘱啊，不是遗嘱，就这个宗庆后死之后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啊，约定的确实不清楚啊，有歧义。你看啊，他说这个上述信托初始规模，每个信托美金7亿元整，为不可撤销的不动本信托，即信托资产继续在汇丰银行进行固定收益投资，只就利息收益进行分配，任何人士不得主张动用信托财产本金向受益人做分配。所以宗馥莉他就抓住了这一点，他说啊，你这个什么信托资产呢，那就是这个21亿产生的利息。第二个争议，这个信托设立以一个 PTC 模式过渡到专业受托人阶段。这个 PTC 过渡模式啊，甲方担任受托人的股东，就是宗馥莉啊担任受托人的股东，不就是宗馥莉来管吗？信托架构中其他角色由郭红女士或陈汉先生根据实际情况并咨询相关专业意见后担任。你看他这个约定的非常含糊啊，只有宗馥莉担任这个受托人股东，这是明确的。好，在过渡期结束后，则由乙方指定的人士来担任，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过渡期什么时候过渡，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模糊不清，对吧？那宗馥莉他就可以拖延呢。你看看18亿美金，实际上他这1年已经过去了，对吧？按道理3亿美金应该能进去了，他信托就能设立了。但是反正我暂时没钱，对吧？我这个种种原因现金流不够，对吧？我这把人民币转成美金我不会，对吧？要会你来，这玩意儿还说不定还违法，你这钱怎么出国呢？哎，也就是宗馥莉他可以以种种理由啊拖延这个信托的设立，让你这个信托，对吧？1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成立嘛？哎，宗馥莉他可以说啊，我不知道把钱从内地怎么搞到香港去啊，我不会啊。你说海外的资金，海外没有，就这点，对吧？他可以以这个把时间就是过渡期，他可以拖。总之你这个信托没有设立。第二个啊，就像我们想象，就是我们自己去买信托，对吧？你以公司的名义去认购别人500万的一个信托，那你这个最终啊，那个信托到期以后啊，返还还要返还到你这公司账户嘛？你以公司账户买的，他返还到你公司账户，他不可能说，哎，我以公司名义买的设立的信托，然后返还，但是信托本金返还的时候返还到别的人头上，这是不可能的啊！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也就是这个建号创投啊，理论上啊，这个钱从建号创投账上出去了，去设立的这个信托，那到时候信托如果就要兑付的时候或者解散的时候，这个钱要原路返回到建号信托，建号创投。那现在宗馥莉说了，建号创投我就是股东，我是实际控制人，所以你看这就是他们争议的地方。所以我对你这个所有的这个信托的这个架构，对吧？你股权这个安排我都有发言权。这个宗馥莉说啊，两派之间的分歧成为讨论和谈判中产生分歧的根源，阻碍了签署设立离岸信托所需的文件。换句话说啊，宗馥莉称其并未出现显示出无意受托书和协议约束，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和不作为违反委托书的第7条来阻止设立离岸信托，而是原告们操之过急。你看，也就是我是合理的去拖延，你们太着急了。也就是他没有对这个时间做过约定，比如说3个月之内，对吧？或者截止到2025年10月1号，他都没有，他只是说，哎，过渡期，你应该配合，你不能以作为或者不作为来不配合，那这些东西都非常模糊啊。就这玩意，你让法官怎么定啊？我说我配合了，我特别配合啊，我每天都为这事操心啊，对吧？头发都少了，你怎么证明我作为还是不作为呢？站着没钱，有什么办法，是吧？这个，然后宗馥莉反而说那3个人你们太着急了。所以对此信托范围的界定，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批准原告钟继昌、钟杰利、钟继胜资产保全请求，对汇丰银行账户资产就是18亿美元做出限制。同时啊，这个钟继昌、钟杰利、钟继胜他们在杭州也把这个宗馥莉给告了。那现在实际上香港法院还在等这个浙江这个法院呢判决之后，他恐怕再根据这个双方提交的这些证据再开庭审理。所以你说现在
在你说宗复利输了，这从何谈起呢？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对吧？当然你也不是说宗复利赢了，这账户确实被冻结了。那宗复利现在动不了那18个亿美金。据说啊，这个为什么这3个人急了呢？一方面是遥遥无期，就是看到现在还没有成立这信托，对吧？毕竟等了1年多了，1年半了。第二个就是这3个人发现啊，这个汇丰银行账户上好像少了100多万美元，他们就认为，对吧？这个钱说好了不能动的，居然有人动了，所以他们就急了。那根据媒体报道啊，宗复利有可能是试探一下，看看这账户上钱能不能动，要能动的话，对吧？18个亿我都动一下，所以先动了100万美元看一看，结果发现能动，那当然能动了。那个是在你建号创投的账户上，并没有到信托的账户上，到了信托账户上你就动不了了。就是要动的话就没那么容易，对吧？你得解散这个信托，或者就是这个信托计划，你得要求兑付。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啊，如果这个建号创投给3个信托计划，每个计划打7亿美金打过去了，好，这个家族信托就设立了，开始运作。表面上看啊，这很安全，这个美西方海外国家他们那个家族信托都是这么整啊，本金不能动，收益赚的钱给这个受益人分。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下，至少我们这儿啊，大国，你那个信托是可以被解散，被强制把那钱拿回来。哪一种情况呢？就是人家证明你这个资金啊就是违法的，是赃款，资金来源不合法，那法院就有权利把你那个信托给冻结，然后把你那个信托给解散，把那权益，所有的权益没有了，21亿美金拿回来。美西方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反正咱们这儿只要你那个信托啊，那资金来源非法，不要以为信托可以保护你，保护不了。所以我们要看，对吧？杭州这个什么国资委，对吧？也就是杭州什么余杭区吧，看他们不是已经开始审计了吗？啊，如果审计这笔资金，对吧？来源非法，那你大家也别争了啊。如果审计这个发现这个资金是合法的、干净的，也交了税，那接着争。最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宗庆后啊，实际上对他的庞大的遗产做了一个相对比较细致的一个安排，奈何啊，他没能完成，对吧？他的思路是所有的资产交给宗复利，对吧？这交给一个人去打理，不能分。哎，宗复利作为长女，继承了他所有的资产，娃哈哈王国。但是对其他的孩子呢，对吧？你就不要参与娃哈哈的这个经营了，你也不要参与这分配的资产，你们每个人拿一笔钱，高枕无忧，对吧？一个人7亿美金，但是这个钱你不能花，你只能花他的收益。你看看这个安排还是相对科学合理的啊，这就像那个封建王朝啊，选这个继承人一样嘛，对吧？你只能选一个太子，那个太子继承这个权利，继承了你的江山，那剩下的皇子怎么办呢？那这只能委托，对吧？给他们一笔钱，荣华富贵呀，养着吧。要么给他一块封地，你去那儿养着；要么就把你圈在京城那儿，好吃好喝带着你，这不就一个逻辑吗？所以在这个布鞋首富的脑子里面，对吧？那还是个小封建王国啊！哎，他并不是6个孩子或者5个孩子平分家产，他不是这么干的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